有研究指出，讲女性伫交通事故受伤的几率是比查甫人悬出7%哦。最近瑞典的研究中心就发展出全球头一个汽车烧录7次使用的查甫假人，帮助当来提升汽车座椅的安全性。长久以来，有关汽车的设计甲制作，用来做车祸测试的假人，拢是以查甫人平均的体格甲体重来设计。若女性的假人，是用男性的同款比例缩较细，假实际情形可能会有前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2019年发布一项研究显示，本来拄到交通的事故，女性受伤的比率比男性较悬73%。瑞典国家道路交通研究中心交通安全部门的主管林德，伊用20年的时间研究开发这款会当准确呈现女性分数的特征，还有结构的假人。Set 5.F。The muscles in the neck is weaker normally in a woman, so you can see if you compare this with a human model or with a male dummy, you can see this neck is more flexible and more movements if you perform exactly the same crash test, the same speed and the same acceleration. 在交通事故去压着弄着的过程当中，女性的驾驶受伤的部位大部分是集中在颔骨甲脚趾片。Set 5.F 这款测试用的查某假人，甲查甫版的来比，有较细粒子，重量嘛较轻，胸坎甲尻川斗较宽，肩胛头较矮。在做针对龙骨、颔骨甲肩胛实验的时阵，分数的柔软度是更较像真的人。Both males and females should be equally represented when we assess the protection of the occupants or road users in a crash, and by that we will have an inclusive assessment instead of today, which is where it's exclusive. 这个新的假人所有测试的资讯免费公开，不过做这个实验假人的样本，还佫需要联合国认证。针对这点，瑞典交通部门已经开始伫咧日内瓦以工作小组的形式来进行游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